人家如果是正人君子，真的不会讲这些话的。师父看见过一对老夫妻，是朝鲜人，干干净净，这两个人一辈子不吵架。人家不是说在家里可以乱七八糟，跑出来像真的一样。人家在家里是真的，出来也是真的。干净呢？人真的有干净的，不是说在家里是一个概念，跑出来却像模像样的，那就像衣冠禽兽。师父给你们讲话很严重的，师父对你们的要求也很高。谈学佛的戒律。5. 另外，师父给你们讲，夫妻生活都要节制，那些都是畜生做的事情，不能常做的。人常做畜生事，人就会变成畜生了。常言道，人常做畜生事，就常做畜生灾。经常做畜生做的事情，你的脑子就会是畜生的思维，你的思维就变成了偏思维，而不是正思维。看看那些好色的人对人家小女孩那样子，如果是偏思维，你的档次马上就下去了，就被人家看不起了。人要懂得自尊自爱，忍难忍之人，修难修之心。6. 淫荡是不是有报应呀？你不要说在人间有什么淫荡，不好的想法，就是身体都会给你报应。过去有多少皇帝整天做那些男女之事，到最后他的身体就很不好，并且早死。这不叫报应吗？这叫报障。这个障碍，这个孽障是属于报。第3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77。障。灭3障，勤念经。7. 睡觉不可以裸体。很多男人、女人不懂，以为脱光了睡觉对养生有好处。试想一下，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呢？从外表看，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遮羞布，而动物是赤身裸体的。看一看地狱，在地狱里的人全部是赤身裸体的，这就是属于不恭敬。所以大家的心中要常存敬畏，也就是说学佛的人心中要常常存有对菩萨的恭敬和畏惧。恭敬可以让自己保持严肃，知道自己不可以放纵。如果一个人放纵的话，他就会惹很多麻烦。畏就是要懂因果。我们做人要尽量穿戴整齐，拜佛时手要洗干净，念经时最好轻轻地念出来。我们要都摄妄念，心存恭敬。念经修心学佛，要做到心中恭敬菩萨，要常若身在佛前就好，像经常在佛菩萨跟前一样。当你经常感觉你在菩萨面前的时候，你就不敢有其他的妄想念头了。这是念经很重要的一环。收心念，一根变。8. 很多人都知道，在观世音菩萨的生日、成道日，都
要吃素。此外，许愿、劝导声闻都会非常有效，放生也是很好的。要忌讳的就是不要行房，因为那一天最好不要有夫妻之事。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达一下，相互勉励一下。我们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，这么慈悲，到人间来救度我。珍惜姻缘，随顺姻缘。婚姻、情感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78们。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很好，很慈悲的，我们大家都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辨别真相，离开假象。9. 凡是大的节气，天地鬼神会出来很多，大家要口下留德，不要讲人家不好，还要管住自己的言行。每逢初一、15，夫妻之事也要禁止，这对大家有好处的。理解根性，都摄6根。3. 同修反馈摘选。1. 愿璀璨的心灵之花盛开在腾格里沙漠的上空。2012年5月9日，运6月，我突然想到，一位法师讲，孕期夫妻不可以同房，我何不发个愿，3个月内不淫，直到孩子出生。这个想法其实还是有些投机取巧的意味。灵感来自于台长开示说的吃素要发愿，如果不发愿，自己只是习惯素食口味，那么就不会有多少功德。我没记错吧？我妻子很聪明，也是诸佛菩萨慈悲加持的缘故，在佛台前，他劝我，孩子出生后100天内也不能同房，不如再加3个月，把这个愿许为6个月吧。我没想到妻子来这一招，就装作很潇洒的答应了，其实内心还是想这有难度，因为自从她怀孕后，就没再同房过。于是乎，我和妻子洗手。点第3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79香恭敬发愿，愿半年不淫，请诸佛菩萨慈悲加持。发愿 B。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妻子晚上做了2个梦，梦见晴朗的天空中有筛子那么大的一片红布燃烧着，像一团火球掉落在她身上，把她的裙子烧光了，身体上又自然生出天蓝色的裙子。梦见门口有2棵苹果树，然后有一个白衣女人摘了2个大绿苹果给她，她不接受。白衣女人说，吃了这个对你有好处，她就吃了。后来看台长的开示，说绿色的苹果代表芳心未艾，表示事物正在发展，还不成熟。这个梦可能预示着要想生一个福德智慧具足的孩子，还需要多做功德，多消业障，只是当时没能参透。第2天，我妻子上班后，接领导通知，调她到办公室上班。我妻子很开心，因为她原来的工作岗位是在门卫上值班，需要经常站着，上下班还需要扫垃圾，
真的是很辛苦。我记得某位法师讲过，天上最重视邪淫，地府最重视孝顺。不淫的人，老天真的会降福的。我妻子的这件美事，就是明证，而且果报来得如此之快，让人惊奇。聪明的女孩，无论您信佛与否，为了您在孕期夫妻感情不亮红灯，无第三者插足，这招值得您们效仿，想办法说服您老公发愿吧。因为我如果没有这个愿，也肯定会像其他人说的，犯了一个全世界的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台长经常教我们发愿，但我很少发小了觉得没意思，发大了又怕做不到，索性不发。人有愿力，马上有考试。在这半年的愿期，我不为本事，经受住了多次考验。白天有异性常骚扰我，我坚决忠诚于妻子，忠诚于誓愿。白天还好，晚上睡觉就糊涂了，就被境界转。有一次，心魔勾结外魔化身为敦煌壁画中的仙女飞天，来诱惑我。猪，珍惜姻缘随顺姻缘，婚姻情感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80。未看课，您如果被仙女引诱，结果会怎样呢？我没把持住，被境界转，但是在关键时刻，我对飞天说，不可以，我的愿还没满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就从梦中醒过来了。如果没有愿力，精气神就会漏，就会被魔鬼吸走。我妻子也经受了色魔的考验，她在梦中念观世音菩萨，就出现一个发型像庙中佛像的女人，拿着一条绳子就把几个黄猫魔和黑狼魔给捆住了。难怪释迦牟尼佛说，末法时期，戒律成就。以前我不理解极乐世界怎么那么殊胜，现在才明白阿弥陀佛的48愿愿力不可思议呢。中国甘肃省惭愧后学顶礼，2012年11月20日。2. 无知邪淫恶报深重，至诚忏悔，洗心革面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人。我是广东江门的同修，现已修心灵法门大概有2年半的时间。这2年半来，通过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3大法，保念经、许愿、放生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身体好了，家庭和睦了，孩子听话了，工作顺利了。而且自从修心灵法门以来，各种灵验的事件实在太多太多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卢军洪师父重新赐予了我新生。如果不是因为闻的佛法，不是修持心灵法门，我真的不敢想象今生的我会变成怎么样。回想起我未曾的闻佛法，未曾修持心灵法门那段时期，真是痛不欲生，
现在想来还觉得十分后怕。现在的闻佛法。第3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81。知因懂果之后就更加后悔，更加怕。记得师父曾经说过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。真的因果报应真的十分厉害，特别现在是末法时期，果报真的来得特别快。今天写这篇文章是希望有更加多的有缘众生能够明白因果报应，迷途知返，能够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末班法船，离苦得乐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有邪淫的习惯，那时的我意淫十分严重，而且伴随着还有自慰的行为。那时候小孩子不懂，只觉得很好玩，而且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没有人教，就自己会这些事情。现在的闻佛法才明白，那可能是因为前世的烙印太深，而且可能和前世犯了很多邪淫的错有关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开始犯邪淫后不久，我就做了2个很清晰的噩梦。一个噩梦梦见我从悬崖边上掉下来，掉得很深很深，当时那种感觉就真的像从悬崖上掉下来一样。然后第2梦就梦见我在山顶上，山下面有很多的毒蛇不断的爬上来，我怎么逃也逃不掉，太多的毒蛇了，数也数不清。我也不记得我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晚上不敢关灯睡觉了，每天晚上都是开着灯睡觉，一关灯我就怕睡不着觉。我的失眠症也从那时开始困扰我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我的邪淫习惯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多。每次我都很小心，还自认为没有人知道。我偷偷背着父母看很多的黄色书籍，那时候愚痴呢，不知道邪淫会折损福报。其实邪淫的果报在我身上已开始显现出来，那时候的我学习很差，偏科十分严重，因为晚上经常意淫又失眠的缘故，精神十分差，上课根本不能集中精神听老师讲课，而且紧接着身体就开始出现水肿，还莫名其妙就得了肾炎。那时后由于病情严重，医生一下子就给我开了很多药。我珍惜姻缘随顺姻缘，婚姻情感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82。现在只记得那时候我天天去打针，一连打了好几个月。今天打左屁股，明天打右屁股，屁股上全是针，恐打不了，要打在腰上。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后怕，那时候打针打的走路别人都以为我是瘸子。长期的失眠加上身体的病致使我不能去上学，学习就更加差了。后来托爸爸朋友关系勉强上了初中。在初中3年，我的邪淫习惯仍然没改，而且更加严重了，学习没学好，早恋又来了。
天天忙着谈恋爱，成绩更加是不堪设想，长期在最后几名徘徊。现在想来真的很对不起爸爸和妈妈。邪淫的果报也来得越来越密，我清楚地记得在初中升高中最紧要的考试前一天晚上，我突然就发高烧了，爸爸连夜带我去医院，后来诊断是阴道炎导致的发高烧。结果是别的孩子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，我只能勉强到一所中职学校上学。到了中职学校后，因为不是正规的学校，混文凭的时间多了，再加上爸爸给我配了一台电脑，新的噩梦又开始了。我经常偷偷在网上看很多的黄色漫画，通宵玩很多的黄色游戏，通宵和网友聊天，在网上和网友网恋，而且在网上也骗过好几名的网友，在现实生活中也骗过好几名的男朋友，和这几名朋友都发生过邪淫的行为，和其中的2名更是差点就发生了关系。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差，经常感冒发烧，脸色发黄发青，而且还有十分严重的痛经，每次月经来都痛得脸青唇白，不停地冒冷汗，常常痛得在卫生间里整夜的哭。天天忙着谈恋爱，学习越来越差，和我的老公也是在这时候确立的关系。我的老公和我是小学同学，初中同学。第3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83。中职时和我是隔壁学校，他是一个很纯的孩子，学习很好，脾气很好，是班上的尖子生。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喜欢上学习那么差的我。万万想不到的是，从他喜欢上我的那一刻开始，他的噩梦就开始了。随着关系越来越深，我和他的邪淫行为越来越多，他的学业因此也越来越差。他上网看了很多的黄片，我也不断频繁的有妇科病。至此，我俩的果报在我俩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偷吃禁果后彻底大爆发。在他上大学的前夕，他送我回家后回去的路上，发生了严重的车祸。那场车祸彻底毁了他的脚，而且还留下了一生一世的缺陷。而且在他发生车祸后不久，我也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在道路安全岛内被汽车追尾，将我卷入了车底，拖着我前行了几十米。记得有人说过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但我是福气海没有来临。我俩邪淫的果报在我们婚后继续爆发，常常失眠，身体差，精神虚弱，被害妄念多。我的脾气变得十分差，动不动就指责老公，与老公吵架，为了一点点事就经常与公公婆婆吵架。那段时间老公虽然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工作却十分不如意，无论再怎么努力，也找不到适合的工
作。生活压力大，事事不如意，家庭不和睦，经常的争吵，致使我俩都心力交瘁。离婚的事一次又一次摆上了日程，好几次都到了民政局了，因为放不下孩子又折回来。这样的日子直到我遇到心灵法门后才开始慢慢的好转。通过学习心灵法门，我知道自己业障深重，身上很多的病都是邪淫的果报，只有用心念经、许愿、放生才能够消除我的业障。我开始每天努力的念功课，帮我的孩子念功课，帮孩子和老公念解结咒，念心经，念小房子，帮我珍惜姻缘，随顺姻缘，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84的孩子和老公放生。从开始许愿1个月吃2天素，吃10天素，吃20天素，到现在吃全素。生活中不如意的事越来越少了。在我帮老公念了大概30多张小房子后，老公就找到了如意的工作。帮老公放生后不久，菩萨更在梦中慈悲显现，帮老公延寿了。我的身体在念小房子还债，吃素后1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轻松，情绪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，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好了，到现在已经很少失眠了。太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了。我才刚修，但我每念一段时间的礼佛大忏悔文，菩萨妈妈就慈悲在梦中显现我去洗澡，帮我消业了。更加法喜的是，在今年的年初1晚上，再念了87遍礼佛后，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十分殊胜的梦。我梦见2位大法师在帮很多人看病，然后我就去排队等着看病。当时我在最后一排，差不多要轮到的时候，法师却说只挑最后5个人看病，然后我就马上举手了。法师看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好吧。”然后我就一直等，从白天等到了差不多傍晚。在我等的时候，队伍前面一直有一名穿白衣的护士在保护着我们。法师终于来了，接着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到那边去登记个名字吧。”我走过去一看，发现是一本好像是古代的那种用线钉，而且从左边念的书薄。我刚移过去，那个登记的女生就给我一张纸，我竟然发现那书薄有我的名字，和我这张纸是一样的，一式2份，他留了1份。我拿着纸到了法师面前，法师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低头仔细看他手上的1份图。我一看，大概是1份人体经络图，每个部位都有1个点，然后法师用手指在某一点上一点，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妇科位置发热发烫。我当时十分惊奇，很迷惑地看着法师。法师微笑着再仔细看经络图，再在另一个位置一点。
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85，我痛了多年的风湿脚部位也开始发热发烫，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了，是观世音菩萨，是观世音菩萨，他慈悲我，帮我消业了。然后我就哭着说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然后我就醒过来了，醒过来后大概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持过的位置还微微的发热发烫，而且当时我还惊喜的发现我在不断的默念着大悲咒，不停的念。我醒来后久久不能平静，菩萨真的太慈悲了，心灵法门真的太灵验了。过往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十分的痛心，十分的后悔，十分的后怕。试想想，如果不是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痛苦还要再折磨我多久，我和我的老公会是怎样的下场？我的家庭会是怎样的下场？我俩的孩子又会是怎样的下场？那么在以后呢？100年之后呢？我俩又是怎样的下场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呢，因缘果报真实不虚呢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呢。即有此篇忏悔文，我要向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深深忏悔，弟子过往太愚痴，太无明，犯了太多的错，弟子累生累世的劣根性太重，贪甜痴慢疑太多，犯了太多了的错，我深深忏悔。到现在修行心灵法门，我还是常常犯很多的错，我再向菩萨深深忏悔。也即有此篇忏悔文，向我的老公深深忏悔，是我的愚痴无明，累生累世的劣根性太深太重，一次又一次伤害我的老公，因为我的邪淫习性，致使我的老公折损了太多的福报，造成了一生一世的遗憾，我深深忏悔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同时也向所有我伤害过的人深深忏悔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希望看到这篇忏悔文的有缘人能够相信因果，迷途知珍惜因缘，随顺因缘。婚姻情感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86反，也希望各位心灵法门的同修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，努力修心修行，这一生就跟随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回天上的家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深深忏悔的广东江门弟子上。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87。5. 化解婚姻中的桃花劫。在玄学上讲，一个人命中犯桃花是指容易犯感情问题，桃花劫是指一个人婚姻感情上的结束，轻则使婚姻出现裂痕，重则使婚姻走向破裂。在本章节中，台长开示桃花劫是由前世情债、因缘果报而来，想要化解桃花劫，
应通过念经修心、忏悔和改变自己的身心，随缘而行，才能改变命运。精彩节目开始。关于桃花运和桃花节。什么是桃花运？2013年11月29日直话直说。台常开示，桃花运亦有正偏之分。桃花运多并不是件好事，要及早多念解结咒，化解命中的冤结，平时多念礼佛大忏悔文，忏悔过去生中感情、金钱、命运方面的冤结，化解已经出现的偏桃花，要给喜欢自己的人念心经，同时在心中平淡和放下。学佛人之间也有很多是前世缘分，要谨慎处理相互的感情。听众，如果一个人命中桃花很多，要念什么经化解？最后会以怎样的方式化解掉？怎么知道我们念经会把这些烂桃花都能念掉？台常很简单，首先当有桃花运来的时候，有正桃花，珍惜姻缘，随顺姻缘，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常开示集锦288，也有偏桃花。正桃花就是这个人没结婚，来了一个人喜欢他，最近老有人喜欢他，就是正桃花。偏桃花的意思是你已经结婚了，来一个人很喜欢你，那怎么办呢？赶紧给他念心经。听众，给对方念心经还是台常？对。听众，如果这个人还没出现，只不过是算命的人跟我们讲会有比较多的桃花的话，这种情况要怎么对症？台常拼命的念经，念解结咒，这就是台常为什么叫你们虽然桃花还没起来就开始念解结咒，多念解结咒，请观世音菩萨消除我的冤结，因为凡是他来的一定是你的冤结。听众，就是说还没出现的时候就念解结咒，出现了再念心经给对方是吗？台常，对。平时就靠自己给自己多念礼佛大忏悔文，因为礼佛大忏悔文是忏悔你过去生中在感情方面、钱财方面、命运方面所有的冤结的。你们还要注意，很多学佛的兄弟姐妹、师哥师姐师妹，实际上他们前世也可能是一起学佛的，一起在庙里，或者一起是什么，也是很有感情的。这些问题也要好好处理。听众，如果还没出现的话，念了之后只要它不出现，就表示没了，对吗？有没有迹象表示？台常一定会有的，只不过念了经之后，你看到一个人眼睛老盯着你看，特别喜欢你，喜欢跟你讲话，但是你跟他很平常的，慢慢大概1年左右就没了，一般最多2年。因为出现一个桃花的话，基本上2年当中一直让你在心中。第3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89，
跌宕起伏，老想着他，老觉得我喜欢跟他在一起，哪怕念经我也喜欢看见他，但是2年之后只要坚持，基本上就没了。念了解节奏之后，有的1年就没了，有的半年就没了，还有的3个月就没了，缘分不深的可能1个月之后就忘了。听众，49遍解节奏就可以了是吧？台长，对。2. 什么是桃花劫？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。18. 台长开示，一个人婚姻感情上的结束称为桃花劫。比如在婚姻中有外遇，和很多异性纠缠不清，引发祸患。桃花劫是根据自身的因缘果报和前世债务而来，要多念心经，让自己明心见性，多念解节奏化解恶缘，还要念礼佛大忏悔文。另外，命中易犯桃花的人穿着不宜过于暴露。业力，家中不要有桃花，否则更易使桃花劫爆发。问88，桃花劫怎么化解？答88，桃花是一个带情的花，所以家里不能挂斜杠养桃花。一挂的话，不是老公就是老婆会有外遇。劫就是结束，不是好事情，感情上有个结束就叫做桃花劫。当一个男、女的喜欢上一个女、男的，爱得死去活来，甚至可以献出生命什么都不要，这就是劫。但是这又有好坏的区别，如果没有劫的话，那就只是犯桃花。如果这个桃花弄得家里鸡飞狗跳，老婆跟孩子都闹，那这就是桃花劫了。而这个结束是根据那个人的因缘果报而来的，就是说你前世欠某个人很厉害，这辈子那个人就会找到你。前辈子这个女人欠你很多的，他这辈子就会找到你来还你，这就是为时。珍惜姻缘，随顺姻缘。婚姻情感，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90。就算一个男的虽然很穷，但是还是有可能就会有个女的一直跟着他，并不是说这辈子这个男的有什么魅力，而是上辈子有很多人欠他，他们来还了。有的男的还会以为他艳福不浅，结果结束就来了，因为5、6个女的同时找他，不就又吵又闹，打起来了吗？当然也有人有办法同时摆平，多人不出洋相的。像这种在不同国家都有老婆的人，如果当地的法令允许，地府也会接受吗？下面接受的因为不同宗教文化由不同的阴曹地府来管，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教、天主教有他们的地府。有人也看到过台长在天上，在不同国家都有办公室。犯桃花的人除了念小房子外，心经也要多念的。心经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有女人，你给他念心经，他就会明白这是他的结束，他要当心。
不要跟外面的女人太好，否则家里会闹得一塌糊涂。念心经，他就会明心见性，明白道理。如果这个人稀里糊涂的话，念大悲咒是不会有效果的。最好念礼佛大忏悔文。在桃花劫还没到之前，可以先念解结咒。从小念最好，台长较狠。多小朋友念解结咒，因为台长看到他们以后会有桃花劫，从小念的话，等到桃花一到，就过去了。念解结咒时可以跟菩萨说，请菩萨帮助我某某某化解我的恶缘。恶缘化掉了，善缘就来了。不要说化解某某某的缘分，否则好的恶的都化掉了。再穿着上，如果穿着太鲜艳的话，就容易犯桃花。穿的深色一点，土一点，就不会犯桃花。实际上，穿的太性感就是犯桃花的导火线，并不是说穿着低调就不会犯桃花，而是穿的太性感的人更容易点着犯桃花的火。命中已经有很多桃花的人更要小心穿着。就像家中已经很多煤气了，你要去玩火就爆炸了，如果你不玩火，说不定就没事。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91了。事实上，穿着暴露就是属阴，所有坏的东西都是属阴的，阴吸引阴，就惹事了。就像一个流氓拿把刀是属阴的，躲在暗处也是阴的，他想做坏事，脑筋动的也是阴的。这时候如果有个女生穿着非常暴露，这是不是阴气很重？马上就有难来了。2. 如何化解自己命中的桃花劫？1. 如何化解桃花劫？2011年6月11日悬疑问答。台常通过同修的梦境看出他即将有桃花劫。台常开示，已婚人士如果有命中的另一段缘分初露端倪，可与对方随缘成为朋友，等于了却前世的债务，但不要对感情过于认真，否则好过头后会再欠新债。一定要学会以戒为本，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，恪守中庸之道，多念解结咒化解恶缘。如果克制不住，要给自己多念心经，求观世音菩萨帮助，自己克制感情，还清冤债，坚持下去才能越来越好，避免桃花劫危害到自己的婚姻，给家庭带来伤痛。听众，昨天晚上梦见跟一个女孩子吃饭，当时还有一个长辈，但是那女孩子就不想让他看见，就低着头，红着脸，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意思。台长，这个梦很简单。第一，你跟女孩子约会，说明有两种，一种你现在命犯桃花，第二个，你命中现在该有这么一个人会出现，但是这个人出现的话，就是你前世所欠，或者你欠他，或者他欠你。
至于长辈来的话，这个长辈就是你心中的护法神，这个护法神就是让你起了判别到底这个事情能做不能做的心，就是你的本性。这个老人是珍惜姻缘，随顺姻缘，婚姻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92，你的本性，看看你能不能做，也就是说你在现在生活当中和你将要过去的那些生活当中，会不会碰到这些人？明白了吗？听众 OK， 是台长你说的很对，这个女孩子不是女朋友，但是台长很谈得来，大家很谈得来。听众对，想发展台长，所以就是要看你自己了。台长教你个窍门，每一个男人，每一个女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随缘，不要太认真。大家交个好朋友没关系，但是不要过分。有时候这种命中的东西不要再去欠人家了，因为他就算来还你的债，但是你对他又好了，好过头了，好了，你又欠他了，下辈子你再来还他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呢，咬咬牙，大家是个好朋友，咬咬牙不要过分，中庸之道，明白了吗？听众，是，通过修台长的法门，也确实感受很多。去年不顺，后来慢慢修心，念经呢，自己心情也好了，也能看得开了，事情也慢慢顺利了。现在虽然不是那么好，但至少还是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也非常感谢台长。台长，你要知道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很多事情以戒为本，那学佛是以戒为本呢。我们如果能守戒的话，很多事情就会越来越好的。听众，是，台长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台长，对，顺其自然，但是尽量能够克制，克制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当你不能克制一个事情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就很容易着魔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天天玩电脑，你不能克制。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93，那么你就着魔了。人家说你怎么玩电脑像着了魔一样呢？你如果吃饭不能节制，人家说哎呀，你怎么像着了魔一样件东西就要吃的，对不对呢？道理都是一样的，一定要克制。我们做人一定要学会克制。实在自己克制不住怎么办呢？就念心经，而且自己不要怕难为情，因为西方教还要跟神父去讲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就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讲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克服这个事情。我对这个女孩此时在太有心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克制，因为我的理智让我知道我不能跟她太好，但是我又要想还掉这些债，冤债，
所以请观世音菩萨无论如何让我克制住。你这种话都可以讲呢，因为人有时候很难克制住自己的欲望，克制住自己各种各样的贪甜吃的欲望，恨的话你也克制不住，有欲望你也克制不住，所以一定要求菩萨来帮助你克制这些欲望。听众，是，那念解结咒会不会消除恶缘？台长，对，非常好。听众，能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不能在一起就顺其自然。台长，对，就是说如果他是恶缘来的，开始的时候也是由善缘开始的，任何恶缘也是由善缘开始，就像一个孩子，这个是讨债鬼，但是他一生出来的时候，他给家里带来了欢乐，对不对？听众向常点甜头。台长，对了，就像结婚之前一定有恋爱，恋爱完之后就吵架了，呵呵呵，所以你要记住，无论如何，像这种事情你要狂念解结咒，而且跟观世音菩萨讲，化解我们的恶缘。如果他真是善缘的话，你们客客气气，人家很多。珍惜姻缘，随顺姻缘，婚姻情感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94。夫妻也有个女朋友，保持很好的关系，大家开开心心，想见面一起聊聊，有时候眼睛看看很舒服，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，对不对呢？那么这就是善愿了，但问题很多是恶缘，他一定会搞到你，他一定会把你家庭拆了，很多男人他又不舍得这个家，拆了怎么办呢？那对不起，那只能克制了，你要咬咬牙要克制了，要念经了，因为任何的感情问题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伤痛的，而且很多痛苦，所以无论如何要咬咬牙，你要念解结咒，求菩萨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。能做到的事情你就做，做不到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做。比方说，你太太坚决不会同意的，连女朋友都不让你交的，那你就最好连女朋友都不要交，否则她自杀啦，在家里搞呢，跟你弄呢，好了，你事业前途一塌糊涂。2. 即便两情相悦，介入对方婚姻也会造业伤道横。2013年06月22日悬疑综述。在节目中，听众请台长看感情运，欲言又止的询问和某男士是否可以在一起，台长委婉地告诫他，如果其中有人不是单身的话就要注意。听众无奈地感叹台长太厉害了，因为男方目前确实有家庭，并且台长还看出对方有孩子。从对话中听得出听众和男方相互钟情，情深意重，并且都在念经修心。然而佛法界是讲缘分和因果的，就如台长所说，可以念小房子化解冤结，但只有在双方都是
单身的情况下才能在一起，并且不能拆散人家，否则不但不如理如法，还会造业，会伤自己的道行。台长，喂，你好。第3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。295。听众，师傅，您好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83年的猪，看一下感情。台长，现在感情运波折很大，非常大。现在是到了一个抉择的时候，感情运对你的压力很大。听众，对的对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个82年的狗，他现在也是在修心灵法门，他非常想和我在一起，但是能帮我看一下吗？台长，这种事情，台长一般希望你们随缘，但是像这种情况，你自己要看的。如果他和你2人是正规的，他也是单身，你也是单身，那完全可以谈。如果2个中有一个有家庭的，那你一定要注意了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听众，师傅，我听得懂，您太厉害了。他现在就是有老婆的，但是他和他老婆是没有感情的，他非常想和我在一起。我也带他去参加了师父香港的法会，他现在也在修佛念经，还每天都在念化解我们冤结的小房子。台长，就这么化解，不要特别好，不要接近，不行的。现在不合理不合法，不能做。听众，我觉得台长，你这样做的话会造业的，不好，会影响你的修行，影响你的道行的，不行的。再说，他还有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听众，是。师傅太厉害了，把他有孩子都看出来了。可是，那如果他以后真的有一天真的离婚了，他再来找我，我可以和他在一起吗？台长，完全可以，就说明他和那个人真的缘分尽了。现在没尽。而且你不能逼着他离婚，不然你又造业。珍惜姻缘，随顺姻缘。婚姻、情感，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。296。听众，我没有。台长，学佛人，这种事情不能拆，只能和。3。不要创造容易使自己失误的环境。2000